國際想要緊來看中東戰事上新的進度。美國總統川普一直嗆聲講，要把伊朗的發電廠攏總甲炸掉。伊朗即馬嘛是無咧驚的，講若是蘋果、微軟、甲 Google、輝達這些大公司有佇中東的，嘛攏會變做是目標。另外呢，針對西方盟友唔若鬥出力保護這荷姆茲海峽，川普也講，以後若是有要石油的，都家己想辦法去摕。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拜日發布強硬聲明。警告講，未來若是擱再發生針對伊朗的暗殺行動，會對中東地區包含蘋果、微軟、Google、輝達甲特斯拉等等美國企業來展開報復性的攻擊，顯示衝突正在對傳統的軍事領域擴大到科技甲經濟層面。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در بیانیه‌ای با هشدار به هیئت حاکمه آمریکای متجاوز و شرکت‌های جاسوسی وابسته اعلام کرد。聲明指出，對德黑蘭時間4月初1暗時8點開始，若准伊朗境內擱再發生暗殺的事件，這企業佇區域內底相關設施就面臨互摧毀風險。因為美國總統川普拜日嘛佇咧社群平台頂懸發表強硬言論，批評包含英國、法國在內盟友佇美軍打擊伊朗政權的時陣技術參與。川普建議這個國家，第一是甲美國買石油，第二就是提出因的勇氣，家己去荷姆茲海峽提油。美國國防部長嘛強調，未來美國敢會遵照北約集體防衛約束，是由川普來決定。And the president's pointing out, you don't have much of an alliance if you have countries that are not willing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need them. He's simply pointing that out, and ultimately it'll be his decision of what that looks like after this is complete. 美國國防部長嘛表示，對伊朗的戰爭未來幾天是決定性的時刻，而且講伊朗已經開始出現偷走兵的情形，美國對伊朗造成真大的傷害。若准伊朗閣唔願意來敲切協議，就會繼續來攻擊。But if Iran is wise, they will cut a deal. President Trump doesn't bluff, and he does not back down. You can ask Khamenei about that. 其實，川普政府已經開始感受到國內壓力。美國選民上敏感的汽油價格，這禮拜已經起價1加侖愛4塊美金的價格，是2022年以來頭一間這麼懸。若准油價閣繼續起懸，對川普甲共和黨的其中選舉是真不利。天主教教宗良14世嘛呼籲川普甲各國的領袖，要趕緊讓戰爭結束。公衛新聞，景元慶編譯。